意外發現咗一張1958年嘅傳單，存咗咧成100蚊㗎。嗱，咁呢一張傳單可唔可以攞翻錢出嚟呢？一齊關注下。南雄主田鎮嘅姚生喺佢母親去世清理遺物嘅時候，無意中發現咗呢一張古董級傳單，距今已經59年。是我爺爺存的，我也沒聽過。如果是聽過的話，他臨終前他肯定會給我的。呢一張已經發黃嘅傳單上傳完好，字跡依然清晰，上面蓋有南雄主田鄉信用合作社嘅公章，存入金額係95蚊。我就沒有錢用，那我肯定去取錢。於是姚生就去信用社攞錢，不過喺主田鎮分社，佢被告知無法辦理，咁又去到南雄市區嘅分網點諮詢。就是那個地，那個存根地沒有了，我親自到過去去問嘛，叫我去掃光那裡。今日上晝，記者同姚生嚟到南雄農信社，工作人員表示，由於傳單年代太過久遠，並冇錄入電腦，需要時間翻查紙質留底存根以核實。這個存單存在的話，都不可能是註銷的。沒有掛失，我們就肯定會按照人民銀行的規定，合理寄息給我們的客戶，把那個存單兌付給客戶。廣東台記者林濤報道。錢呢應該都可以攞翻出嚟嘅，不過59年前嘅100蚊同而家嘅100蚊嘅價值差天共地啦。嗱，計我話不如留翻張傳單以作紀念，好過攞個100蚊啦。前段時間呢，我哋今日關注咧聯合金馬國旅喺廣州咧送咗多隻金雞啊，咁而其他地方嘅觀眾咧唔使羨慕㗎，因為我哋繼續擴大